免问题。下面要客栈，阮客栈下面话，要是客栈，意思讲话总买件事，讲话，总买件。买件事，这年到3个年也到，这年到3个年也到，3个年也到，不会有大到，不休有大有大。不会有大，有大，大头，不会有大。耶稣讲，讲话，总买件。这应该是个姐，我写的是个姐。买成姐，姐妹成姐，这列到，不会有大，列到不休有大。有大，要是讲话总买件不成，总say，这是 finish，这年到12头，也到，不休有大，不休有会有大。有大，也是讲话总买件事，这年到呢也到，不休有大。他名字叫犹大出卖耶稣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。是不待我出院有面，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又向幸福平安。海来能量不海来不免平安，来。